首楞嚴經義海卷七釋音。阿難，譬如有人取貧家瓶，塞其兩孔，滿中頃空，千里遠行，用享他國。釋音當知，亦復如是。貧家好聲了，瓶形似彼釋音，無形在有情身。如瓶性空，遠享他國者，阿賴耶識為業所使，隨處受生。此音若滅，彼音續生。如人頃空，遠享千里，死有至時，諸根不通，如塞兩孔。瓶形似彼釋音，無形在有情身。第八識是三界生滅根本。法句經話：精神居形內，由雀藏瓶中，瓶破雀則飛去矣。今以人比喻係業，以瓶比喻係身，以空比喻為識。人頃瓶空而行，由業持身識而去他國者，六道依報立。人比喻係業，瓶比喻係身，空譬如係識。人頃瓶空而行，由業持身識而去他國者，六道依報立。阿難，如是虛空，非彼方來，非此方入。虛空非出入，如識無往來。既無往來，以何以為識而了別呢？孤山就話啦：非從彼方來入此方。如是阿難，若彼方來，則本瓶中既存空去，於本瓶地應少虛空。若此方入，開孔倒瓶，應見空出。疏嘅解釋係話：彼方瓶來方立，名本瓶地空。若彼方來於此方，本瓶來處應少虛空本處。既無所少，應知非彼方來瓶倒之地，名為此方。若此方空入於瓶內，先合見空，從瓶而出，方知空入出空。既無入空，何有空？既無出入，識何曾往來？又此方入者，入此方也。其文宜解。意思係話，若瓶性空，從彼入此，何故彼方不見空少，此方不見空出？彼方空喺呢個位置，而此方空喺呢個位置。無論喺此方空點樣去彼方空嘅話，亦都係不見空少，此方不見空出。是故當知，釋音虛妄，本非因緣，非自然性。空無出入，釋音不生，本妙真相，何曾起滅？如執因緣自然者，皆是虛妄啦。以上為首楞嚴經義海卷七釋音。